周師傅隔離裝修，我嘅觀音像鋪晒塵，我想清洗一下，又唔係過年，可唔可以啊？當然可以，雖然多數喺農曆年前搞嘅，但依家咁多塵，都要清洗一下。咁我去買碌柚葉啦，如果買唔到，黃皮葉得唔得？因為神像係高靈嘅形象，唔係陰邪嘅嘢，所以唔用碌柚葉或者黃皮葉，而係用鮮花嘅花瓣，有天然香味，所以日常供佛都係用鮮花，用花瓣浸過嘅水泥清洗就最好啦。咁用咩花呢？最好用七色花瓣，邊7種顏色就冇規定，最好有黃、白、藍、紅、綠，再加其他顏色。如果冇七色花瓣，就用7種花嘅花瓣代替，又係冇規定乜嘢花。奇怪，點解要7嘅數？7數喺中國認為係一個充滿能量嘅數目，好似念經咁，多數係7片，打齋又係7749日，又係喎，用少啲花得唔得啊？咁就用3至5種顏色嘅花瓣，或者3至5種唔同嘅花啦。3係代表天地人三才，而5就係5行嘅金木水火土，單數主陽數，雙數主陰數。哇，原來有咁多學問。清洗完就通知我，我會淨化咗個觀音像，再導入靈氣開光，或者注入佛咒。